Hello，大家好，我係 P18嘅 Miranda，歡迎嚟到收睇 P18嘅醫學專訪。我之前一路邀請嘅嘉賓都係醫生喎。咁大家可能好好奇，我今日呢位嘉賓雖然唔係醫生，但係佢嘅專業絕對可以同醫生相輔相成。咁佢究竟係邊位呢？就等我介紹下啦。呢位就係我身邊就係音樂治療師曾永朗小姐 Rainbow， 歡迎晒你 Rainbow。你好。咁我簡單介紹下我點樣認識 Rainbow 啊。其實我哋喺一次中學嘅職涯規劃活動上面第一次見到 Rainbow。咁當時Rainbow就介紹自己嘅職業係一位音樂治療師。咁我就好好奇，想知道啦，其實音樂治療究竟係啲乜嘢呢？而佢嘅受眾又係咩人？佢點樣去幫大家呢？咁我既然去問佢之餘，不如就嚟邀請佢同大家一次過去介紹乜嘢係音樂治療啦。Rainbow 啊，我想了解下其實乜嘢係音樂治療啊？音樂治療咧係一個以實證為基礎嘅臨床專業。咁我哋咧就利用音樂啦，同受助者咧建立一個治療嘅關係。咁咧透過咧音樂嘅介入，我哋希望咧同受助者建立一個治療目標啦。咁通常咧都會係基於喺生理啦、心理、認知或者社交上邊嘅。咁透過啲音樂活動咧，我哋希望咧去達至一啲嘅舒緩情緒啊，或者咧係一啲社交嘅互動嘅。我知道音樂治療一定有音樂啦，咁但係其實有啲咩方法嘅咧？咁音樂治療咧，我哋普遍有4個方法啦。第一個咧就係接收式，咁咧其實我哋就會同受助者咧一齊去聽一啲特定嘅曲目，咁可以係治療師揀啦，或者係受助者去揀嘅。咁透過聽音樂咧，我哋咧去舒緩翻佢嘅情緒嘅。第二個咧就係recreative 啦，再創造式。咁我哋咧就可以同受助者去傾下啦，有啲咩歌咧對於佢嚟講咧係有特定嘅情緒啊或者感受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咧重新譬如編寫個歌詞啊，或者咧係改個點樣去演繹翻個音樂咧，去令到佢呢一個達至到治療目標嘅。另外咧就係即興啦 improvisational。咁顧名思義咧，即係話我哋唔需要經過任何排練嘅。喺即興嘅音樂演奏過程咧，我哋就自由用聲音啦，或者樂器咧去探索，咁睇下咧喺過程裏邊有冇乜啲互動啦，咁受助者咧都可以咧去探索翻自己嘅一啲內心嘅諗法嘅。最後咧就係創作式啦 compositional。咁咧我哋可以咧同受助者咧一齊咧去創作一首歌，譬如訂立一個治療目標啦，究竟呢首歌咧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我哋咧就去根據呢一個主題咧，我哋就去創作一首歌。咁譬如咧係作曲啦、作詞啦，甚至係有一個演奏嘅方法，咁咧都可以咧創作一首獨一無二嘅歌曲嘅。Rainbow 啊，咁我哋聽咗啦，其實乜嘢音樂治療啦，亦都睇咗咧一啲方法喎。咁其實佢係咪適合所有年齡層嘅咧？咁咧音樂治療咧基本上咧都係適合所有人嘅，因為咧參加者咧係冇需要咧有任何嘅特定嘅音樂背景啦，即係話佢唔需要學識音樂咧都可以參與音樂治療嘅。咁咧就好似一啲例子啦，有一啲BB 啦，咁譬如一啲早產嘅嬰兒咧，我哋都可以透過音樂咧去穩定翻咧佢嘅心跳、呼吸，咁從而咧促進佢嘅體重增長嘅。咁譬如有小朋友啦，我哋可以幫助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咁透過音樂嘅活動咧，點樣去建立翻佢嘅社交嘅。咁亦都可以有青少年啦，譬如一啲有精神健康需要嘅青少年，我哋可以用音樂咧去幫佢哋舒緩情緒。咁咧，亦都可以有譬如長者啦，一啲有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咧，我哋都可以透過音樂去建立翻佢哋嘅認知嘅能力嘅。咁甚至咧去到領養嘅服務，譬如一啲臨終嘅病患者啦，我哋可以透過音樂去舒緩翻佢哋嘅情緒，甚至係佢哋屋企人都可以幫助到嘅。咁真係好犀利喎！音樂治療真係從 BB 一出世到我哋準備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原來都適合嘅喎。係啊。今日咧好多謝晒 Rainbow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音樂治療嘅一啲資訊喎。咁咧原來咧我發現音樂治療唔係淨係玩音樂，而係真係透過音樂咧結合咗藝術同埋科學咧去治療一啲咧有需要嘅人喎。咁同埋咧可以咧從一個社交啦、情緒上面嘅一啲改善。咁所以咧讓我哋咧更加深入去了解啦。咁如果咧大家咧想知道多啲咧關於 Rainbow 咧喺音樂治療上面嘅內容咧，大家可以留言。同埋咧，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咧，亦都可以咧 forward 俾大家嘅朋友。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再次咧多謝晒 Rainbow 咧成為我哋今日嘅嘉賓，下次再見啦，拜拜。